这个分量真的太感人啦，直接把我整个臉都擋住了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威廉，今日我哋嚟食學生時代征服無數人嘅鮮廟燒雞 ，Let's go 嚟啦！超香嘅燒雞味啊！今日點嘅係一份燒雞，唔係一份大份嘅排骨俾你睇下先。呢個就係佢哋嘅招牌燒雞啦，超級無敵香啊！佢哋呢個雞髀。個咧就係佢哋嘅燒排骨啦，佢將個雞淨係斬咗4份，1分4嘅，哇爆汁啊！佢係嗰種好多汁嗰種燒雞啊，佢個皮咧唔係特別脆，腍腍地，反而將啲汁索晒。我中意呢種燒雞多啲，會更加入味。大江鮮廟燒雞咧出名都係因為平，分量又大，燒雞先50幾，排骨我呢個大份細份都係50幾，真的很香，自己盛自己。多個人嘛，低脂的，多個蒜吧。這剁蒜真的好吃，這個也算燒烤嘛，對吧？我哋再食呢個排骨，這個分量真的太感人啦，直接把我整個臉都擋住了。點解要點呢間店？因為我琴晚睇《海賊王》餓咗成晚，佢入面嗰啲大嚿肉真係呢個都差唔多啦。講起《海賊王》，近排嗰個安科同埋《海賊王》出咗套聯名產品，我即刻成套入晒俾你睇下。嗱，呢個係充電器。上面有 Jobber， 雖然體積細，但係充電超快，半個鐘就充到50%以上嘅電，而且佢係蘋果同廠新片，唔驚損耗手機電池。仲有呢個10000毫安嘅充電寶，可以同時充蘋果同埋安卓。中意嘅一定要上去睇一睇。酒杯都好似海頭嘅酒杯，乾杯。哦，佢排骨兩邊就會稍微乾少少，軟骨呢部分咧仲係好多油脂嘅，所以軟骨呢部分會好食啲。OK，繼續吃完了，排骨留着晚上吧。